丘拉路苗栗縣里是辦第4檔的囡仔公民夏令營，讓各市的囡仔透過遊戲團體來討論公共議題，讓囡仔當來體驗民主加參與公共事務。那麼做伙來看賣。中山路與維公路的交界點的十字路口，提倡 X 型斑馬線。對路口設計提出家己的想法。要堆滿雜物，這樣他們沒辦法使用。要人對圖書館變數提出會當改善的所在，還想透過實際參與，唔但會當表達出家己的建議，也提升對公共議題的關心。我們在圖書館有看到，就是在無障礙廁所裡面，就是被堆滿很多掃地區殘，然後門上也沒有清楚顯示說是要往前推或是往後拉，就是會讓人不清楚要怎麼開門。是教老人用電腦，然後。因為老人他有一些是盲人，盲人他看不到，所以我們只能念給他聽。教老人用電腦，這個就是有一些老人要上課或者是打字之類的。我們可能會透過他們是小小的校長的遊戲設計，然後變成小小的鎮長的一個活動設計，他們可以從他們兒童的角度提供兒童的視角，然後就可以落實在他們的生活裡面。苗栗縣立鎮公所連續4年舉行的小小的公民夏令營，內容有兒童權益、平權、民主等等多元的課程，也透過囡仔實際觀察，培養囡仔對公共議題的關心甲想法。講這囡仔其實真無簡單，透過這個過程，把因的想法提出來，那經過提出來了後投票，最後就是第1名公所會來執行。其實這意見攏變做講政府單位，伊就知影講哦，有這個需求，有這個意見。這夏令營有5天，經過課程甲參與，囡仔攏大方講出對公共議題的想法。鎮公所講，刷落去也針對囡仔提案的內容來投票。第1名提案，公所會提出10萬塊的預算來改善，讓囡仔建議的意見會當實際執行，讓兒童的聲音先做地方治理的重要力量。記者張君和苗栗報道。